嗨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嚟收聽邊啲好嘅節目。今日我感覺到我較水氣啊！哎呦，真煩哦！我感覺到我面較水氣啊，成個有啊吼！你看，甲骨科，嚇？骨科，啊，較 good 氣哦 ，OK，按怎麼呢？這年我 still 不要聽阿豆嘅福建話啊，較 good 嘅。其實，我老實講，我這人，我咪 good 還是 good 我伊唔是即 OK， 我唔是講巴生嘅福建話 ，OK， 我只甲巴生講福建話啦，我冇問，伊是豆嘅 specifically 嘅福建話，對唔對？是唔是 ？Maybe， 伊上個是巴生內面一個大石頭爆出來，啊，伊是對，伊 very very thick，巴生嘅福建話冇寫。你那搞。伊講唔是咧，伊個 maybe 是伊 speech delivery 是，還是我是伊講出來殺出來物件，我講阿未有 context 個，所以我都捏袂到球啊，你知哦？伊想伊大擺 insert 這邊一起來啦，哈啊 ，OK 就係 context 啊，我解釋，特別不要緊啊，20年啊，人做老朋友啊，都無明白你講咩咩，咁不要緊啊。咱免分手嘅 ，OK， 頭嘅咱免分手嘅，那不 start 啦，那分手。咱邊啲福建時就 start 啊嘛，咱就近手啊嘛。OK， 所以這個禮拜咧，我咪講話題咧，就咪講本手友，啊，等你講本手，冇得話。本手，咪講本手，本手是阿蕉嘅小弟嘅本手。OK， 講本手，阿蕉，誒唔是，阿龍啊，阿龍那無用啊，阿龍。你個卡跳卡，阿龍，你走去後尾睇，你唔是佢係報咩的嗎？啊是啦，特別人老啦是。冇啦，一起去做 Tinder 啦，一起去做 Tinder 啦。你話你學人講你卡吹啦，你是你話怕咗？你是好怕嘅嘅。你那是借掉，你咪是面未成講獨孤去咯，你呢怕掉我借就我係曬到屌咗，所以我哋上機我可能你可能本特別咁我本超咁我曬到冇關係。我自己係咩關係？特別我在你告訴你 share 知道？冇啦，我唔嘅 share 啦，你借你嘅數啦，咪講。啊！你借你一個係傷我啊！冇傷啊！當然，或者冇咁解到誒，我唔知落歡喜嘅當然之類啦。這是你葡萄水哦，而且有淡薄水，水是有淡薄水啦。你看到伊個在白白，但是你係有淡薄水，你講哦。誒，你少，你當然看到伊個會是你會心上啊，個會想啊，哦，上去頂到會傷個。啊你估個會啊？冇歡喜嘅物件啦。誒，我估是。有韓國誒，我你有別個對象哦？你有啦，好啦，嘢真鬥這個死魔雞，我真鬥多一次哦。maybe 人嘛是你有 triple 叫咩啊？threesome 啊？是 threesome trouble。我講一個語咯 trouble。係快點吧，快點。快掉，嘛呼機 trouble。OK， so， 誒，我頭先講啊，有當時咱講嘅話題啊，完全冇講到成個 offensive， 成個冇好嘅，冇講到成講 explicit 嘅 content 嘅啦。當時咱講下，啊，幾個比如說，特別當時我拿大咧，嗬，我特別係佢哋 mild vulgarity。哦 ，slightly inappropriate， because 我覺得要可能你係未到咱嘅物件個咯，咱嘅 AI， 你係叫嘅咩？我唔是講人 AI， 伊樣你睇樣 algorithm 伊係 scan 你講嘅 content 嘅字係咪物件啦？你放 content 到 YouTube 嘅事啊，伊係再講。我本 struggle 本嚟就你要學 AI， 有邊啲阿毛 ，it's not 阿毛。特別我唔是，呢樣都有隻字，你第樣 analyze 係一嘢咋？
我可能特別福建話呢，有可能未過，特別我是講我驚是蝦米事，頂到捌人 report 我過，了人 report 我，就把無事做嘅啫。because 實在啦，人 member 㗎啦是別，人 member 是別，特別人這是 public 嘅物件嘛，所以有人嘅未熟吼，有人寫沙渣呢，伊講你看伊講錯話，伊嘅 tag 唔對，伊嘅 content 唔對 ，maybe 成講，咱是想對咧 positive intent 咧是講，可能咱個講拉大錯話咧是伊放嘅時候，伊驚聽上面唔知啦，我唔知，特別我是驚人 report，所以我 at least 拍啲我未記講我拉大無拉大，所以我打出去嘅咧是係。即係 mildly explicit 咁別 because 人如果 YouTube 那是講人 YouTube ban 嚟講啊，真正看 content 都係 channel 嘅。所以當今人為咗我成日話特別 call 到變嚟福建嘛，會接駁嘛，我直接有當時一季節兩季節後，我有可能談過8你知道38有當時。好，只人聽是，往時考鬼啊！咁你講，佢是 USD 或是 MYR？USD，嚇，所以未派咗就，未派咗就差唔多一箍就往時談到 ringgit。阿 John，你已經唔使背佢嗰隻國家咯。嚇，冇，伊睇到伊嘅 Patreon。對啦，你有時若是啷看到即阿德嘅頭頂面，阿德嘅頭頂面嗰時會第二呢阿德幾隻，搞咁嘅事那是特別特媽我唔知啷看到我第二呢 page，就有可能講嘢有第二呢 page。其實一個一刀就 report 就攞咱錄音嘅事，哈哈，都要感謝阿達。是講冇，哎呦，普及嘛，真帶到呢邊去，即是帶到帶幾隻，應該點幾隻，應該點幾隻，幾隻咧 support 幾隻咧 graphic， 來 ，OK 啦，好難得人機會幾隻，阿韓個請我3個，唔對餅。來導哥，阿媽靠星星，我冇看到啦。即點啊？有啦，條餅，小對，阿龍機，用類卡機，用卡機啊，用類卡機。機，你塔機係機，塔關，成個交朋友嘅咁啊！所以你自此變得學見咧，對你去變得學見嘅幫嘢係時候，啲餅度睇看到即係餅嘅位，有一個 support 變得學見咧。我有兩時特個節目嗬，感謝啷嘅支持OK。特別我唔是特別講咧，就講拄好 opportunity 㗎，特別 seize the opportunity，OK？ 特別特別有機會，特別叻。當佢每半朝嘅時候，我俾學阿龍講，我驚伊困。阿龍都成講我叫你困佢。係咩嘅？我冇唔驚講啦，對唔住你講。你OK 啦，我是為每人講，我講我做較快，但冇往時半秋嗬，唔是特別是講特別愛整半秋嘅。我感覺到有當時朋友，你會想為咗一啲事嗬，成個經驗過成個半秋嘅一種嘅心情啦，甲伊 process 伊行過來，所以我俾教人參詳在半秋這個話題。你咪講啊，即係好多時候就係OK，我叫你困去阿龍。我聽人講啦 ，OK，阿韓，我俾聽阿韓。我朋友和朋友半秋過我 experience 過，所以我做咩事？朋友咪半秋嘅嗬？有嘅我真係直接我。Exactly。做咩事？我安尼可愛，我安尼人細樣嘅。
想未变掉哦，你去甲你朋友讲，做咩事我呢手臂，你讲甲我本手我想未掉。冇變逼，我冇變逼。啊，即係查某啦，伊甲我小學同學嚟，啊哦，所以我人係小學無換班嘅，一年級甲6年級是上班嘅，所以你6年內面你常是50個人，一班50個人啊，都是朋友甲了咯。然後 so happen that 伊甲我去上嘅中學。哦，你話哇，真係歡喜咯 ，best friend forever 咯，唔知做咩事啦。From 4嘅時到慢慢 feel 到有淡薄 distance 了咯。了SPM 過後就 OK 啦，伊入 matric 我讀 A level 啦。了 after that 我知我着。伊人我即個朋友分手嘅時，伊甲我人嘅中學嘅其他嘅查某朋友講 bestie trip BFF forever 4個人無欠我一腳。不過你哪度先去日本？我迄時我就知啦 ，OK，不要緊啊。了就。即無 closure 咯，伊就無甲我講，你即個衰，這是伊目的就是呢，伊目的就是要互你自己想，就是想到底是蝦米事，伊要互你想掉伊。辦，安尼款咯，我做咩事愛安尼款呢？我都無做錯，後尾我甲當今下愛，哇，幾年啦啊！我冇了解，冇明白過。17年啊！我嗰個冇了解，冇明白做咩事嘅。就你唔知本啊？你唔知本啊？唔知，你唔知掉啦？唔知。哦，真係奇怪。有當時嗬，小到當時尤其是咱較大漢咧嗬，個小到有當時就發生嗬，你看有當時是只 misunderstanding 啊，誤會啊，還是伊講到物件，你講到物件。唔是伊 interpret 嘅物件，所以特別伊個當做你想要商業啊，啥物唔知啦。我7歲加我17歲，幾年啦？我8伊嘅咧，我17歲，我8伊10年啊，是我規個 life 都睇。我規世人。你知有啲大陸睇下冇？伊當然嗰啲馬來亞做吹氣嗰個。你知大大陸冇？我知伊媽大大陸啦。你頭接伊嘅厝，你接起伊嘅zan經，都俾伊用嘅zan經，你用你嘅 jari，你寫啲伊嘅件，係淡薄沙本聲，係淡薄沙本頭聲 ，WHY， 係 exclamation mark，แล้ว你頭，你出，你單下。但佢去用zan經時，我掉啲看到這個字 ，why 啊？把單嘢可以搬出，等你搬出，你行了一半。shaving cream，手機高位仔，你有 NG， 你有steam， 冇你是zan經是 steam 嘅時間看到，卡掉一直zan經出 steam 嘅時間看到一字。可以掉車鏡，沙本唔知喎。你講笑咯，笨啊！喂，起來小貼俾你學見嘅事。冇喎，伊福州人，唔是福建人喎。哦，福州人。英國中咧，英國中你話搬手嘅經驗冇？冇。你有教人搬手，還是人搬？誒，我俾問啊，你安怎彈出嚟？即句話搬手，你咪看手條咯，看手條做一件了時，你搬手那搬起那 drama 呢？哇，那 poetic 嘅啊！誒，等人家 poetic 嘅等人字搬手啊，搞，不要緊我笑落了，我會記了。搬手就面是我啦，我冇。你冇啊？你冇寫隻搬手嘅經驗啦。你就知我 relationship 冇成個朋友呢？朋友
朋友成日喊講啊，可能成日紅險好好了，還是有你意思係是唔知咩事啦。你有時講有你你知 something 做伊做唔掂掉，還是你做件無壓下格意啦，是當啊買做朋友啊，那半。冇啦。成日只治療只治辣，你講我感覺到邊你講你。我哋我今日會記這裡呢，特別人是去要啲班嘅點聲啦，即係阿莫查某 ，but then I found out the reason is because she's a bitch 啦。哦，係咪笑講啫 ？Because 當時你告訴唔是講你就對唔對？冇啦，冇咩啦，咱見阿片人呀，乜係冇啦，冇咩啦。一做係咩物件了？要啲班嘅事，一時就嚟。我要啲班個記個，特別是一個前門係上咗咯。一時伊有一個 gang 嘅啦，แล้ว伊撒招俾朋友甲你時，你好好甲你了無條啲，無蝦米理由嘅時啊，伊講啊，你袂使參人啊，啊，你咪參啊。方便嘅時都參啦，無方便嘅時無參咯。啊，我知無蝦米。無真正借你正嘅時，我知伊有一個 boutique 啲Central Market。哦，到馬來西亞。你人若是知，你本是知是最，伊是阿莫查某，特別阿莫查某是馬來西亞嘅人了啦，他那伊開一個 boutique 啲 Central Market，特別我知伊 boutique 多大了，哈哈。點知我去 Central Market 呢？我只估冇去啊。英國中一般咩物嘢？伊是賣查某嘅衫啦 ，boutique 啦 ，boutique 真正貴嘅查某嘅衫，買一地步做一個巴料呢，1000塊了，你看你物件啦，你知啦，是阿德咧，阿德。哦。如問起我想到是，我想到是古早是我畢業了，了會曉學滑車過後啊，了常常吼就我覺說古早係真係做到北海嘅人咪，了過後嘅時，你成日講吼，你會過工吼，成日講。你真正厲害啊！你會過工，你去 island 了，你去 island。哦，所以成個就歪啊，成個即係哦，即係 right opposite，你可能就你在大漢了，你學車了啊，你from 北海啊，你過去過工，去那邊，然後我上有一站嘅時，我就是常常一直過去啊，then 就 reconnect 啊，我覺得。中國一個朋友，แล้ว我是常常過去啊，嗰個半暝三更啊，再來對埋啊，可能 on weekend 嘅時啦，แล้ว過後時到就明天我講成日講，伊愛參加我是因為我會滑車。哦，有 benefit 啦，對咯，然後after that 係我就佢講咯，我嚟看快盤口啊，就是一直到嚟看飛機啊，嚟看啊，然後after that 伊就冇爽嘅過後先，然後after that 講冇參與咯。tapi嗰時是拄着伊啦 ，during 成日講不知道嘅時啊，做schoolmate gathering 嘅時啊，because schoolmate 一樣白嚟嘛，係兩白嚟，然後就叫嘅時先伊參加伊 family，然後就是hi bye 啊，你看咯，特別呢個看到是個上起定到啊，係咪事發生過？可能呢個會記啊。真久啦嘛，嚟入幾年了都刷了咯，然後嚟 MBA 咯，就再講是講，伊是安尼款嘅人咯，嚟款嘢咯。啷個冇識呢？冇講到搬出哦，但做媽媽咧哦。特別啷冇拍拖啊？
客套講淡薄啊，客套。誒，我有一個，阿龍啊你，阿龍嗰邊阿龍，阿龍啊，即係等陣後暗示anh có中，你講咩？阿 John，你講別人頭先，我想到出嚟了，你係對嚟㗎哇？哦，OK，你有本手嘅，阿達有本手嘅愛情拍拖嘅，告訴我。明講人嘅名。有本啊。特別我做咩事我 curious 就，做咩事我要知每樣物件，因為我有拍拖，我有分手過，特別無真深過，還是說我無講成啊。แล้วก็一個是我分手是我個人，我唔係人嘅，唔是講人唔係話。so 我要知講係你 process 咯。我不聽過，我不跟人講過嘛。I think 到底你 one on one 是不跟人講過嗬，是唔是？我別記啊，唔知講咩話，唔知南西記到。我成 one on one 是不講過你分手嘅事啊。Then 我會記喎，所以我咪 repeat 落去聽你 one on one 三 episode。So 路人。我要再講路人家己咯 ，either 是路賣人，還是路老人講好做一半，還是係咪不好？我要聽過佢哋經驗。有誒，我甲歹淡薄啊，我賣人啊，了有幾若刀是我逼到甲迄個人賣我去啊！哦，你咪做主動，所以你做甲伊成個 feel 就是伊人。唔是。你做下面，快死我咯！我想無，你做好人，你是唔是掉地？你唔是要掉地，要做海半手，是講你想無好，甲三百人半路。我真係 suka，迄個人，特別因為我嘅問題，我就是真正歹事，所以伊人賣搞我白動。特別你唔是掉地成個，你唔是成個講，攞內人無啱了，你個咪家己提出講，所以你人嘅做甲歹加三百係人掉。我是想講你嚟看，無，即是你本正，你本有淡薄物件是做，像啊，你講歹啦，是講人只要未打鼾嘅，所以歹加三百人未打鼾嘅就被出嘅樣啦。或者我不知是我甲 emotional 啦，真正真無平衡啦。OK，你性地歹吼。嚇，我會識性地，我會記過，一刀嘅時，我甲我真正 suka 嘅解白病，แล้ว我多啲學車了，後尾就講物件，我未記啊嘛，講下物件，即時我冇伊成日愛甲我講，伊成日有物件愛講，但係咪講安尼？แล้ว甲伊講，你講啊，佢們數你嘛，我就咪講，你看到個，แล้ว後尾會是一點都係點個，แล้ว我 instead of understanding 咧，我冇得想就對啦。instead of 我 understanding 咧，係唔是？我取消起來。壞，這邊都咪講。我一頭嚇，咪講未講。我都滑車掉，我一直到邊樣個？我一頭哦，停車到邊樣落啊？愛看講嘢個。你講係咪講？你愛講咪講？你講係咪數？你看到個話語呢個，叫講呢個。嚇，去做小組隊嚟。我今年真正無好咯。當然知啦，知錯啦。頂到往時咱少年無咪，你想看無為人想啦，往時咱做物件，咱個是為咱家己。做咩事你做我個人愛講就講，你個咪講我做我看個啥？我覺得人有家己迄種事啊，多嚟唔成理啊，個未處理過啊。แล้ว我諗上嗰啲อันนี้看啊，แล้ว個是我諗佢哋 trauma 誒多啲別人嘅前輩，อันนี้看啊。對，家人來接受咯，就講往時你發脾，你脾氣歹是拍到啲人嘅身軀 ，instead of 對咯，是咯。往時咱家己別人做，咱家己無教嘅物件，往時伊人做 something 嘅 trigger 咱本嚟我感覺到當時。你成日你家己 insecurity 有當時有人講下面物件無，你看你面你家己感覺到你就傷到你啦。
就家己想无咯，反正就是，就这样款咯。我感觉，你本手嘅人講是，你會 feel 到 guilty 咯，你明白講，特別係未必都唔知個。對，迄陣時我冇去想到，就是如果我迄陣時有淡薄 selfish 咯，自私啊。特別你係咩事？自私，對，自私，所以你是特別你，even 你做事好，你俾個人提起為本手嘅時，你係淡薄惡啊，安怎哎呀，安怎講你經驗你講下啫，還是你冇你直頭買就買啊？我淨係 direct。哦，我淨係拍嘢，我就是講我淨係拍，我淨係面對面講㗎，還是寫 message？寫 message 就冇 direct 了。咁，即係我 agree。會，I think 我是看我方便冇方便咯。嗰陣時我想到iPhone 嘅時咧，你冇到迄邊咧，我就 message 咯。แล้ว我是講伊到迄邊咧，我想iPhone 了嘅時咧，你夾硬啦，你別成講，哎呀，我就咪叫佢你講，安尼別啦，你就話半呢？你冇啦，哇，這是公派嗰啲嘢，這是公派嗰啲。領會啊，領會。對，我冇安尼講啦，我是有甲伊講，有物件愛甲你講者，安尼款。你知啊？就伊有感覺着了啦，因為 already because by the time 啦，我會感覺迄種抗戰嘅時候啦，意思是講我 already starting 有 show 到，嚟，聽講你講笑啊，我無感覺好笑了啊，你做淡薄物件啊，做我起哄了啊，安尼款啦嚇，迄陣時就真係歹咯，真係無好咯，我係人。隔兩本就會嘈啦。哎呦，應該點咧？人頭話你講 something 你咪講。我係啊，即係一個本手嘅故事啦。特別我頭先我都會問幾耐話，中學時第六年搬咗兩年嘅，你會記未？未喎，6年搬兩年我唔知。第六年。lower 6年了，較管嘅6年。對，我想會記得啦，你叫我咩啊 ？Upper six，lower six。哎呀，特別用阿莫話啊。對，咱冇，咱講學嘅話，咱是講 form 1 form 2，咱冇講。唔是有一個啊，有講幾號車嗰咋？哦，按照講啊，第六年啦。11號。你講佢是線嘅，你成個是88啊，度11號，你講8刀。88號。11年啦，11年是上架。阿俊，是馬古。我啦，這裡是我lower six 嘅年咯，lower six 嘅年，我去學堂是你困啲學堂嘅是按照講啊，福建話，你困啲學堂嘅，你大啲學堂嘅，嚇，boarding，宿舍冇啦，宿舍是免宿舍是是咩啊？ hostel，冇，這是你大啲學堂大啲學堂特別嚇，大啲學堂了有3個堂先，3個堂啊，地頭先嘅堂，禮拜尾我被留咗，是因為我去到 sport， 特別第2個堂我冇去到 hockey， 所以我會使我會使出門，特別下個堂呢，我轉去學堂幫結我冇當車轉去學堂嘅時，我拄着一個人啲嘢開車，坐開車轉去學堂嘅時，拄着一個人，這個人咧算做我地頭先嘅啦，because 阿妹下個點先是我拄嘅人是快啦，即係到英國啊啦，
就是英國啦，定做英國啦，嘛那馬來西亞人款嘅物件啊，這是你18歲啊，17歲，OK。冇啊，18歲要差不多要17歲。未到17歲個，因為是我去英國時，我喺馬來西亞我是 Form 2，特別我入去英國時我入去 Form 3呢。so 我是18歲，差不多要17歲了。so 我拄到這個人，我是差不多要17歲，伊是19歲，伊做工喺倫敦呢，我真正啱，下嚟點先時，我想講伊家嘅引導就佢，然後伊是做工喺倫敦，伊是做廣播嘅工，唔知係咪講對喎？廣播嘅 publisher。publisher 特別伊本是要退休了啦，所以所以我拄着伊，伊拄大好大啲上鋪甲我嘅學堂，所以舊禮拜尾時我下嚟點寫本，你舊6時我嘅學堂你唔使拖甲先生要落鋪嘅，你家己要走你走嘅啊，安尼款嘅啊，所以我特地禮拜尾去找伊咯，然後伊是教我真正濟項嘅啊，伊屬個真正管嘅阿嬤嘅方式嘅物件，甲了伊教我蝦米冊讀，蝦米music 啊，蝦米甲了安尼款嘅方式嘅物件，伊是教我嘅，甲了了後來點聲到upper 6時你都要入大學了嘛，所以入大學一點聲我讀冊咧，我做伊個出邊 Oxford 嘅個冊入去 Oxford，所以嘛歡喜咯，這裡是第頭先嘅點upper 6我都知了，我會通入 Oxford 了，所以歡喜咯，所以我就講我去聽講。我入 Oxford，所以伊講好啦，然後我講唔要緊你免驚，我去 Oxford 本伊人房間轉來找你，伊講你若是轉來找我買看你。下嚟點先呢？我就想蝦米事講你看你物件啊？我聽是轉來找你，講你若是伊講你若是轉來直直轉來找我，你是講。我講蝦米事？伊講你去大學，規世界開互你，開門互你，你蝦米事都要直直看你嘅後邊，都要轉來找我，你都要規世界開門互你，都要入，你袂使看，你袂使看後邊了。下嚟點聲我問你邊度你看物件？下嚟點聲是聽就是講你賣我了那款咯。所以我感覺上界安尼款咯。伊講你去大學時啊，我本是退休了，我要賣這個厝，我要搬走了。我搬走嘅時，我是無講互你聽，我搬佇倒落。無你聽就是要來找我，直點要卡我，點要來找我。了我是買收伊個責任，互你袂發。你會明白我講明無？意思講伊買互伊家己是害着你。無機會去看伊家己無機會去吹，我家己嘅名詞嘅好嘅物件，特別喺嚟點聲，我你安尼少年你講嘅，你無相對安尼看，你干你先講干那聽，你成個伊買你啊，特別你當作一點聲落估咧。So 我lower 6 upper 6呢？OK，so 2年啦，你較驚咧？2年แล้ว所以我地頭先嘅等去大學時，我有對去找伊本是有地本。แล้ว我阿毛單隻嘅點先時，我對去有一道對去找伊，我伊嘅厝是水嘅厝啦，特別是成個 terrace house 來，Georgian terrace house，我打伊嘅 bell，伊嘅窗，落正梅正。
滴答，无半人赢，我知下里点聲一定都有啲嘅。你每來伊嘅隔壁人聽到伊聲了嘅贏，我講你是吹，就講我吹。so and so 啦，伊講無啦，伊後個伊都搬出了。我講你再搬啲大陸無，講無講人聽伊搬出了。安尼咧無去，我唔知係咩。他那一定就是死了啦，佢哋這裡是較加個40年整了。百幾歲啊？冇啊，夠下嚟是60，伊是69 ，so 40 years， 未啊，伊189歲了，未啦，未啦。特別我唔知伊安怎，係咪？所以佢哋是話偷聲嘅。我唔知喎，這個數嚇。佢是話地偷聲嘅。所以你of course 點寫過呢幾年啊？特別伊嘛是對嘛 ，because 我有啲大學是第3年，他陸軍是6年嘛，我第3年我都讀到 Anthony 了。然後我跟 Anthony， 我平跟 Anthony 17年，跟 Anthony 過身。所以你會有影響到你本手嘅，你只看頭一看嘅，安尼款嘅本手啦。我是怪 drama， 我會啦，特別你若是要叫我講是蝦米，我未講啊。特別一定要有影響到我係看，我係蝦米，咁樣我知明嘅，咁樣我係方式，我咁樣。你會當你有成個變做成個會驚講人，會煩惱講人abandon 你嘅，冇特別 English，睇下我明白伊做蝦米，睇下我明白伊是想講我。你是幾時嘅明白？幾時嘅時候就會明白？點你特別經驗過正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啊？點你個會曉你看到物件？即係我是有甲 Anthony 嘅時，我講甲 Anthony 聽，所以 Anthony 本明白，伊本解釋好啊。尤其是伊啲做蝦米，伊心是做咩事俾人看做啦，是甲你看講破咯聽。你是啥？你特別會記啊？佢哋點聲，我拄甲伊嘅聲啊，伊若是掠着馬達，伊即個佢嗰個 underage 個，對，佢哋點聲，伊嘅伊歲是21歲，打波21歲，加係參加別嚟打波。冇病啊，是查某是18歲呢。會參加別嚟打波。I think 打波白本是有本地本嚟嘅，咁佢要時間本嚟嘅，要少啲嚟話本。未，查某甲打波，伊個查某就要18歲呢，佢哋點先？會使啊，18歲就會使了嚇。特別打波呢，normal 就要normal 就要21歲，但是較少較21歲，較老嘅呢，就就是接較久了。OK， 明白。佢哋點先？阿龍，點數？你是？一代邊個都心痛了個。心痛了個咯，冇啦，我冇心痛啦。你估了？冇心痛。伊講你除講嘅 action 到人生邊有時候冇想嘅。你是你本手是有當時你是像是你無明白㗎，還是？頭是無明白嘅，然後第二個咧是明白了，感覺就是家己唔對嘅咋。頭先咧是無明白嘅咋，頭先無明白是應該是渣嘅，代表我講啊，我甲頭先咧無明白嘅咧，我當嘅是 like best friend 嚟，我當好少嘅咋。我唔知你咁慢咁使拍拖過。冇但係特別我跟南西灣羅冷特別嫁過英國中嘅嚇，即係你是。我 trouble 啦。我 trouble。哇！英國中嘅。所以你講你頭一個是，所以你是第二個是較上，即係你有 share 嘅話 ，but privately 你有 share 嘅話，對 happening 頭一個是無分別，係啦，頭一個是，特別頭一個過了無事了，都有影是完全無事嘅啦。你只上到
感覺到伊個啥有 scar 是第二。按照冇 scar 冇幫下頭時你，係了。And then after that，我頭時你 until today，until 馬路啊，講條話咁細個 message 啊，我是真好朋友嚟咋，真係真好朋友嚟。So actually，我本就歡喜同佢伊 state，係了，伊本就歡喜我 state，伊有嚟過嚟隨佢話，係了，我去賭伊，佢白白去台灣去伊位嗬。So，係啦，第二呢是 until today 我過小氣嘅，但係冇經驗冇幫行咧，我是小氣是係咪？成個想到只拍生啊，係咪唔嘅？我拍生咯，所以非常拍生咯，非常拍生。because 伊是好人嘅，好嘅人嘅，真係好嘅人嘅。係咯，伊真搞就好嘅人嚟。我本是真好真搞嘅人 ，but you know something went wrong 啦 ，OK，something went wrong 啦。And then 我個冇同幾時會見啊？我個冇用心。I mean，你做唔到物件，你個唔知點樣去報叫我，然後就 and then after that 就冇咗咯。冇嘢，就是有時你問題邊個咯。then after that 我有 try my best 就我有去我去叫人去解，我冇去叫了。but 我就是 feel 講人 stay as good friend，OK，stay as good friend，對唔對？所以冇物件嘛，做朋友嘛，對唔對？我有 try，I mean 我 feel 得有 try 本，然後我 after 我嚟 Korea 了啊。我就幾年冇講話，3年冇講話，2年3年冇講話。然後我嚟 Korea，after that 我嚟 Korea 咧啊。我揾咗冇 follow up anything 嗰就，嗱，伊suddenly message 我嚟，伊suddenly message 我直接。After 我嚟嗰陣唔使幾個月啊 ，few months later 咧，嗰時1年啊，未記啊，才是1年啊，幾個月啦，冇講1年啦。係啦，伊 message 我嚟講我，你問我好冇？我講好啊，係啦，講我講話就 friend 咧就，係啦，咪講，我做到幾個月都冇同我講，係講我諗。我冇去過日本咯，我哋邊咧，我都攞晒啲冇講話咧，我佢晒到啲我嚟過日咧，我走去同你講咧，係啦，如果冇嘛，อันนี้ลูกเขียนคุยมาแล้วบีตู้เดียวแล้วมายัง講嗰座，แล้วก็做到閃女啫，冇，汪家明冰咧，汪家明冰嗰時行未對咧 ，because อันนี้คุย嘛，行未對咧，我講我嚟過日是目的係咩，係啦。本家未對意了咧 ，because 伊是 KL 人嘅，本家未對意咧 ，because 我啲邊咧我都唔愛去 KL 嘅，所以快講講本嚟就 ，and then 要家己負家己 responsibility，本嘢慢慢啦，係啦，伊個會似過處啦，就對啦 ，and everyone 家己 problem 咗啦，特別唔是 problem 啦 ，responsibility 啦，so 伊度我度實過一個話咯，講到這邊嘢，係啦，我頭先對伊邊對伊馬來西亞當時咧，我睇佢除咗，特別就背，我就話嘢，after that 我是 feel 到講我。伊當劍是人咗就，伊當劍嘅 stage 是我啲3年整啦，我實在你 feel 到講我，伊冇 like 我嘅 message，冇 like 我嘅物件咧，就咁講伊 photo 啊，嗰啲 post 啊，如果當時你哋 Facebook 是 it's just small gesture 嘅，伊有 like 冇 like 啊 ，makes a difference 嘅嘛，你明白我意思嘛先哦。有你人啦，有你人啦，你是咪你淡薄 expectation 咯，淡薄忙嗰嘢做咩 ？low profile 嘅人嘅咋，伊頭邊啲出嚟邊是種嘅人嘅咋。And then 你 feel 到講伊quite active 嘅 on social media，because 伊有佢一種嘅 urge，伊被attention on social media，伊就是個跨人嘅物件本嚟。So 我好像 feel 到講伊冇 like 我嘅物件 ，anything 嘅咗，而且 for a long time 冇 like 咗隻嘢嘅咗。Of course，伊是講少數嘅，有可能係個 algorithm 冇爬到伊嘅我，伊冇看唔到咯，對唔對？但我是 feel 到講奇怪咗，because 伊 good friends 咁樣冇 like 我嘅物件就，伊冇咗。所以係咧，我有直接教人去 like 伊嘅物件喎。所以我實在咧，好似有直接都I think 幾年前啊，我好像 feel 到講我。I think 我冇需要你滾本嘅啦，時候，I mean 我唔是講你啦，我咪混咗綁掉佢咯。So 我實在呢個學嘅直接，我實 realize 咗，我就 unfollow 佢咗，我冇 unfriend，我 unfollow。So from that day onwards 咧，我當見我完全冇看到伊物件嘢咗，伊冇看到我物件嘢了。But 咧我有一個 quite romantic 嘅物件咗，我是相軌出事嘅咗。都有話 every year 我嘅時候去對方嘅咋。但好。但你我會甲伊講 Happy Birthday 嘅咋，係啦，伊本會講 Happy Birthday。譬如你是 privately message 到 social media 啦，還是 privately message 嘅，privately message 嘅 ，but the same thing 啦，就是誒that day 我 unfollow 佢伊過後啦，我冇甲伊講，伊冇講，我就按你講幾年你完全冇聯絡做這嘢啊咋，到底你嚟 zero contact 嘅。
and then 我可以聽到伊嘅物件喺度，我可以聽到伊物件喺度。你嗰時候伊嘅 good friend 啊，伊嘅一個好朋友喺度，教我就連嗰陣就，你睇往雜誌邊講嘅，係啦，伊咧嗬，伊教我講物件喺度，伊教我講伊講啊，伊講啊，你冇 feel 到伊變嘢咩？我講我都冇解講話，幾難年了，我做就講伊變冇變，我講，哎呀，我 feel 到伊變咗濟了，伊該冇像伊古早嘅款氣樣啦，伊人教講就，like example 上面你講，feel 到伊當嘅人一隻學伊一隻抓嗰陣，伊人教我講咗，我講是咩？都好我同佢 example 就，伊講佢嚟 incident 出嚟啦，我本就聽佢講。伊是為咗累啊，還是為咗咩？就是講，伊唔是講變歹人嘅，唔是，特別伊會 feel 到講，伊 manage 物件，伊 handle 物件 pattern 都無相關，意思，甚至是變得講嗬，無互伊有 benefit 嘅 friends 咧，伊就無咩參與咗。所以伊嘅朋友 actually 就無心靈啦，講嗬，我同伊講講無咩物件講本咗做，你伊講我講嗬，嚇人無 friend 啊，唔是無 friend，即係。我 feel 到我冇咩愛參與咗，我伊嘅朋友喺教我講，特別阿邊人是會變嘅啦，我喺教講阿邊伊不唔是歹人，伊講無做嗰啲係咪傷天害理嘅種無補，講無相參啊啦，還是咪是無參？伊變咗是零嘅咗，伊個 relationship 係伊 one of the best friends 啦。係咧，我聽到唔是講伊呢咯，攞曬嚟咗咗，所以我是認為實在講嗬，攞曬你講伊變人關係。伊講伊變去，伊當今日看你看我只當去，上個實在你實邊就講你無可以利益啦，我咪了。伊是唔是上個伊有 commitment that 伊真係會所 that's why 伊安樣嘢冇關係。特別你人仔哦，打波咪 man 的 boss 係 OK，是叫 annual boss。特別伊我就會特別係渣咪人係人嘅嘛，真係物件冇關係。特別有當時是人本咯，人情形，人無相嘅情形，影響你改變你自己。係咯，看法。迄個我舊年我搞我一個啲 Korea 嘅Seremban 嘅查某，我一隻 friend 嘅，你個 Seremban 到Negeri Sembilan 就知。有到我 Negeri Sembilan，旺仔嘅啦，做嘅啦，人唔知呢。然後，你好朋友啊，你講成名嘢，我唔俾佢接背，我俾佢接背啊，內人，係咯，我度傾偈，係咯，講成名嘢，醫生你講話，我成名嘢咩梅魯喎，我有咩嘢？你講魯啊，魯 Facebook 位啊，我看到一個我甲魯，我唔知點 describe。白嘅人嘅朋友就講，就講嗬，你有一個朋友快人頭嘅，啲目鏡嘅，我看到你有 like 嘢 post 嘅時陣怎啊？你講嗬，有咩嘅人我就嚟伊是做按物件，我講是等，我就去跳到話㗎，嘢你 keyword 都講跳，是咪叫？我講 yes 即叫，我講做咩事咧？伊嘅好朋友，我為咗看到伊小樣嘢，做咩事你為咗看到伊小樣咧 ？Because 伊有一個朋友嘅小妹。教因來 Korea， 馬路搬來 Korea 無幾年誒，係咯，我白白是 Korea 嘅新婦嘛，所以我有一個 club Korea 嘅新婦啊，有一個 club 嘅就講，我就捌到伊一個查某，係咯，一個查某咧嗬，我add in on Facebook 咧，一個查某我看到伊嘅歌。小英嗰陣，係啦，伊個小英咧，嗬，常常出現到有幾個打波，係啦，幾個打波嘅時候出現到擼嘅畫面，係啦，你見 like 伊小英咗，所以我咪就講兩時係咩關係咯？一隻幾部，係啦，我就講唔真是，即係我講佢嚟告訴佢聽，你講下 ，Oh my God， 我 feel 到即係你查某嘅歌啦，是伊 boyfriend 嚟，伊喺我講就，我講有可能會，actually 有可能會 ，because 我看到人講話 pattern 係樣有當時你話樣 message 物件，我 feel 到有可能是啦。即係查某是個人嚟，唔是，冇 Korea 全部是馬來西亞嘅人嚟㗎了，樣是咁 Korea 人走嘅。OK， 係了，衰啊你個係咯，成 Korea 嘅。係咯，anyway，係咯，我讀馬路呢，馬路即係我讀路嘅時候咯，我讀路嘅時候就是我去 KL，我去讀係咧，geography 嗰度，然後我去讀我古仔學嘅，我去讀人咧嗬，人教我講起
往時就是講就是物件，講就是物件啦。係咯，黃國講起有咩 performance 啦，有做咩物件啦，做咩物件啦。你講話，嘿，係咯，最咪是有嚟表演啊？你講，係咯，講話是咯，我非常當然顧愛情者咧，我家己報咯，你顧愛情者咧，你講話 ，yeah，because 伊 boyfriend 咪是嘟，係咯，對啱 confirm， 你人嘅名出嚟咗，所以我就 verify 嘢咯，我特別我冇講阿咪溫度啦、敵情啦，其實我完全冇咗啦，即係喺你點先攰啊？But 你講我係 feel 到 ，actually 你冇講，你講我完全冇 jealous 啦，本唔是，我有淡薄本嚟就，我係 jealous 就是哦。because 你就講咱 life 時你講真係，咱有真係 choices 啦。你係行 A 還是行 B， 你係做 C 還是做 D， 你特別經驗。係咯，佢點解我就經這條路了，我就離開馬來西亞了，我就經被 unfollow 了，我就經被人哋講呀，係咯，人不到人按照 develop 伊嘅感情啊，你未做幫行咧，但你看到佢 boyfriend 人哋 end 到點先，你會揾到嗎？你 privately 嘅相嘅我看喺哪人？呀啦，definitely。會使 privately 嘅好咯，嘅好 look 是兩款啊，嘅好 look 是兩款嘅。哇，喂，會使講就係邊個？因為我呢本是我帶嘅咯。我你寫咩？我呢本是我帶。你帶哦。特別冇看啦，我完全冇覺得不是啦，有淡薄啦，特別我未 regret 咯，我未 feel 到講我 I have done something like terribly wrong 唔是啦，I mean already 過去了 ，and then 我同佢本就歡喜，我同佢 pattern 本，所以我冇 feel 到講特別會 do I really have to be in a relationship? Do I have to b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or him 啊？我冇 feel 到是你有見啦咯。特別你問我講是完全冇感覺，本唔是嘅。你講但是有一節啦。特別你感覺是你是因為成日講如果是介意，還是你感覺是 feel 到成日，哎呀，安怎唔是我呢？成日很多妒忌咯。有 something，從這個安怎唔是我？安怎？That's normal 啦 ，human behavior。Happy person, why am I not the happy person with him？我 still 想。特別冇安尼要緊咯，冇安尼要，真係是冇要緊嘢咯。because 我本時就估。嘅做唔夾本嘛，但嗱時有一節叻仔啦，叻仔講我要破病佢就慘咗。你講我係極少，我係睇到係極少咩？我係走去看伊嘅 ，because 我唔是運少人嚟咗，我是朋友嚟咗。都因為講伊發生嘅事，叻仔 for example 嗱，叻仔講伊 family 咱講比較咱十幾歲啦，不發生嘅事，叻仔講伊嘅爸母啦。貴先啦，我本時講，但係未見去學白劍，我係上咗喺面㗎啦，其實 ，because 朋友嚟，伊唔是運少人嚟，所以我都講我完全冇感覺，不唔是嘅，我 I still have feeling，but it's a very different feeling 咯。對咯。我這咧，道哥咧，道哥你唔叫我講道哥。OK， 我咧是office 嘅 ，OK， office 係咪？其實咧是我when 我早搬 from 我舊 office 去新 office 點先咧，我有一個本來班一個朋友是 actually 那就不是出去食 lunch 嘅，so called lunch 啦係嘅，那是做 on shift 嘅，所以那係等於是 break 就掉啦，放假就掉啦，在家咪對咁好啦 ，OK。所以那就有咯就有參。4個查甫，差唔多我5個加一個查某，應該是加一個查某，所以6個人哦。所以那就特別是就講講我去過真正，我就有傾咯。從因為我3個 join 嘅 company 嘛，3個 start 到 around 5-6個咁咯。那冇啲 stop。叫我就好奇怪，點解冇啲 stop 叫我然後就我有特別驚人家懷疑有一種奇怪，點解冇啲定係冇叫我然後嗰咧就你平時是一人叫你，還是平常時大擺本是一定咗就出去？一定咧，特別一定嘅是伊一個人叫你，還是安怎？有成個一個人叫，然後就講OK 啦，電話聲乜嘢啦。然後就我就 OK 啦嘛，講join 人啦，唔是講我 join 人，唔講我就 free 啦。然後就話做 share 幾人陣間 AA 咩等陣啦。自己做自己啊。I mean 你自己啦，陣間 split 啦，陣間即係當時300塊，所以 split 6個人啦，一人
乜啦，所以就笑未掉咗這類，就未掉， 50塊，就未掉，最別啲，一人50塊，三百六個人，300塊來啦嘛，你50塊唔對咩？630， 50塊啦。630啦，誒，我真厲害啊！我真少會曉 mathematics 物件 OK， sorry 同埋啊，我變啫。OK 啦，咁樣，你咁樣。50塊嚟。And then 就 start 冇定 stop 叫我咯，所以我就奇怪咯。And then 就and then 就冇定可能所講本手，哦，所以你講嘅啦本手。不過咧就 around 嘅時佢咯，一年佢後嗬。我較知影啦。哈，樣是不要聽你講話數。唔是。衰咩嘢，個結果啦？OK。衰嘢John，你咪排笑嘅。買個結話啦。And then 我就過了一年過後啦嚇，我較放別個人大家知影就是嗬，被查某嘅問題。哦。你查某無是假如？你查某嘛是假了，嘛是有一個驚了喂。無，我是講伊是無是假如參如，所以咪叫如嚇。我是唔知影要問題啦，是知影是逢個查某。咁阿冇咪參咪啦，maybe查某比較聽你講話，我冇咩有聽佢講。你能咧，衰嘢John，你能咧，那 office 咧你唔知係咪？你講華語沒有？沒 OK 咩？你講華語，你就不要，你是頭毛車嘛？你要不要出來看？要不要？你們你不推課，我在講華語。你要不要試試一看？你不要看。啊，然後伊查某，所以查某是問題啦，特別你唔知係咪屬於係咪原因。我唔知咩問題，我唔知係咪代志。所講問題可能本手翻，特別你白電人冇啥佢講什麼。冇，然後白 underground 咧，我家己個打波咧是冇問題。我家己個打波是冇問題，咱個有講話。咱個講話，個有聽人款啊，有時個 WhatsApp 咁款啊，所以我個班無是無問題，是干那問題呢？問愛出個節點時，伊無叫我就真係是，就無驚面，那就講問題可能所靠本手咁款啦。所以就是咁樣嘅。咁安尼是朋友本手，本是。唔是可能撇，成個一間嘅朋友撇咗嗱，嗱成個是。and then 有時愛講愛情嘅咧，喂，第等嘅咧又幾正啊咯，是唔是？你講過啊？有啊。你學嘅嘛講過啊？定頭打本手嘅，頭打本手嘅，episode 是講下。應該是啦，and then 我無就是講我頭一段誒。OK， 頭一擺是咱頭一擺拍拖誒。是。伊本你撇你還是你撇伊？頭咧是我無講蝦米物件，我無講咩物件，and then 伊就甲我講愛分就分咯，所以就我分無好。蝦米愛分嘛分，住提起分。伊甲我講嘅，伊家己甲我講嘅，伊講咧分嘛分啦，我就講。我就無好你反應咯，我本無好但你是你提起咪搬啊？伊個講愛搬咪搬。我無好反應，我無講是，我無講唔是。因為嗰陣時我不是無掛我。做咩是伊講愛搬咪搬咯？愛搬咪搬就是。因為伊是因為我可以辨識看我本，因為 OK，嗰時是咁款嘅。假如為人講佢哋。有教起來了，無爽了啊！樣就講係話咯。其實咧，我八二本兵，我八二不是有一段點寫，我八二嘅點寫咧，即係個 MSN 冇。知。伊無端端 at 我係 MSN，然後無端端甲我講話，講，然後嗰部咧就講了一陣間，應該是有2-3個月後吼。伊就無定定不 MIA 去。OK。然後 MIA 去後咧就個把你 message 我把你咯。
message 我把你了咧，就講 OK 啦，咱 exchange handphone number 咯，迄陣時無啊，說無咩物啊嘛，你成日205年204年205年咁款，記點寫？就就 exchange number 咯，就 SMS 咯，就那就 SMS 去，咁不咧就主要是 that time 我就對有咁樣感覺嘅，是對係咩？有對感覺對有感覺，你自家伊咧是講？我自家伊。然後我嗰就無對對我就有那個喺推起來講，我對你有意思。哇！我對你有意思。and then 目標就是我甲伊一個當一個賽，伊是拿沙巴，我拿靚。long distance。long distance。所以就伊就甲講，別咯，迄就是已經 attach 了，剛剛 attach 無偌久呢。所以我就特登我就老實來講一句啦，我考緊哪貴？所以你感覺就上啊？我迄陣時我考，所以我本考到邊9個鐘啦，然後就 OK 啦，嘛講 OK 啦，變 best friend 咯。特別你是感覺就上是蝦米數？是因為伊無甲你講伊較變過一人了 long， 特別你 long distance 了啦，特別無，我是 actually 是個 check， 我是 feel 到成個變好 check 唔翻啦，成個那有 topic 啊，好講啦，好講。特別以後你一種即感覺你特別只你看 long term 嘅，因甲你講話是用 chat 講嘅事，咁唔是講用聲講啊。甲你講話是因往時會講個成個好你爽者，感覺講哇，成個諗這事，咱家己這事嘅人咧，就講哎喲，伊寫書甲我，伊個只關心我，你都變做你家己幫伊嘅希望到底下。家己幫個老貴嘅希望個定咯。and then 嗰尾就咱就continue咧，就嗰尾就伊嘅特登嘅 current 啦嚇，即係點先 current 啦嚇，就本是無怪啦嚇，本是靠頭隻啦。OK。所以就特登咧就我唔知伊安怎發現到啦。But that time 咧 when 伊嗰隻時候伊嘅so called X 啦嚇，落來佢點先？我有去meet伊，因為伊甲講有名你去沙拉哇？無，伊嘅特登嘅 boyfriend 啦。伊特登 boyfriend 是到底本地 KL 嚇？伊嘅特登 boyfriend 是拿沙巴。But 伊有 event 伊就來 KL 咯，所以我看伊就甲講。兩百你咩人做嘢嘟嚕誒？八本嘅本不是八嘅。OK。然後就伊就講叫我去佢見物件咯，然後我就去佢見物件咯。見物件，你是哪隻 T-shirt 啊？2004、2005有可能咩？佢有嘅物件。有本有嘅三本已經換去了啦。你都叫我嚟31表幾年 OK？我知影吧，嘅是嘅人國較邊水啦。sorry distract 人仔 OK 啦。and then 就嗰尾就有咯，伊就直接甲 complain 講伊個 call 就好似係 RPP 咯。嗰尾就伊就甲講本咱做啲咯。喂，沙巴嘅人甲你講袂伊嘅。哇！你 complicated 等陣，你是 A， 所以 A 加 B 個加 C，B C 加落啊 C 嚟除你個 A 加 C 咗隻啊，變 A 講你 C。Oh my god complicated。是，that time was complicated。Oh my god。that time 我就 OK 啦，就伊就講伊解。你本 A 啊？你本數加 C 嚇？啊是你本極 A？唔是。我是屬加 A， 所以 A 就甲講 OK， 那就啲 A 咯，我講 OK 啦。做咩講 OK 你都冇屬加 C？A 我講 A 唔是 C。sorry 啊，我了解。你是講 A、B 加 C 加落，然後伊 C 頭佢頭隻了你屬加 B 嘅，所以 B 講阿無人都對來，就係rebound。Oh my god！rebound 啦，然後就 after that 就伊就講伊落來 KL 找我咯。咱最近應該是最近3個月之後，伊就講伊落來 KL 找我。就 OK 啦，咱就 meet 伊咯。meet 伊之後，伊就甲講，伊甲出一半飛機票，互我飛去沙巴找伊。
哦，一般去沙巴，伊是沙拉灣，特別幫去沙巴比較冇伊細是沙巴人嚟。哦 shit！沙巴人嚟。嗱，你唔是沙巴人啦，我按照我 confuse，sorry， B 嘅 C 是沙巴人，OK。沙巴人嘅，所以到尾就我有 fly over to 沙巴meet伊咯，就有 have a good time 嘅定啦，伊坐下佢行咁樣咯，就 after that 咧就那就 in a relationship for like around 半年嘅後咧就 start 冇咯，就有甲講伊家嘅另外一個 X。另外一個 X， 嗰陣好多對啊，唔是好多對 ，having something。哎呦，你另外一個 X 係咩 D 啊？伊係另外一個 X， 伊另外一個 X。Oh my god，OK。so having something also， 伊就好叫甲講 sorry， 講我偷食，那叫我聯絡伊咯，我就a bit 心痛啦，因為我家己一個人拿一頂。我不唔敢去偷食，本我冇二選嘛，是不是？我不是那麼humor，我冇二選嘛，我冇去偷食，反而你去偷食。明白。所以我就 a bit 心痛吧，我唔選擇聯絡伊咯。然後就聯絡伊後咧，咁咧就好吧咧啦，然後伊就講。就 everyday 要靠我嘛，要靠我就 complain 伊做緊嘅代志啦，講有查某愛溝伊啦，成 happy 啦 ，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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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所以我就 I mean all this one from 我年到before 我嘅半年時候，伊敢若直直不是靠我嘅時候，伊敢若去講伊故事爾，伊唔捌每條路誒，每條我嘅 feeling 啊，單方面啊，一個老是伊講你聽呢。所以就that time 就我就講，我就冇咩開心咯，因為你成日對我是成日一個 last 啲眼光，你看來可能好多，我就講好多受苦咁樣，成日用我來受苦咁樣，成日我是應該好多受苦嘅物件，唔是好多嚟來聽嘅一個人份，所以我就愈來愈無爽咯，愈來愈無對成日無咩爽份咯。咁不咧就伊就發覺，伊就嗰兩個是around愛到12個後陣時咧，伊就發覺到我成日無咩灰心份，就有成日惡鏡份啊，就做命份咯。咁不咧就上面，然後咁不就有一個靠就是那傾用咯，愛搬就搬咯，伊就冚一定位咯，因為迄陣時我無計感覺講愛搬，因為我感覺就這爾小代誌爾，你若是甲我講一句sorry，你氹我捌咧，我毋是講，我毋是愛用，毋是講。大家無容易氹嗰種嘅人啦，所以你氹嚟我 feel 到 OK 啦嘛 ，OK 嘅啦，我就未必有好白咧嘛，就肯定有咁咪講 OK 咯，我係冇 feeling 啊，然後咁咧就佢撈三日之後，佢話你好啊，我想講因為會使拍出去唄，因為你會使個好白咧唄，佢話你好啊咯，我話講 OK 啦，你好我一間任上上班咯，因為我本來想看埋到這是能夠記得做這一步，所以佢啦一間個我就 message 伊咯，我講 OK 啦，能夠做這一啦，因為我本當個就能是 long distance 嘛，所以 a bit 坎坷，所以我按照講起來，我本來 Josh is other 咯，所以就 OK 咯。就 message expert 咯，個係機會，就message expert normal everyday 有 message 嘛，就 message expert normal 咯。過了4天過後，伊靠我嚟好啊，講 Kevin，
我單對 answer 點先啊？我變心。I think 那 better 半。你成日講你最世界講這句話點先吼？我看下定位點先啊？我俾你別人，我俾你別人 for 3-4工個後，我改。特別你未看到一 pattern 咩啊？特別 maybe 你當局者迷啦，可能。你當時嗰啲嗰陣時是看考愛看到，安尼看物件。對。你俾鬼熬，你所以吼，然後就你講過年嘛，所以就個除咗邊啲學見啦，學個在。然後就個，然後個不了我就搞我係第二 X 咯，就第二咯。OK。我第二 X 就是邊啲學見啦。然後我對咧就，伊咧就。and then 個本來就一個，安怎講應該是2009年一個面試刷一擺，伊面試刷，那就是我做哪別間公司，我有另外一個公司做2009我冇咩會記哦，2009冇咩會記哦，即幾年啦嚇，就冇2009年伊就面試刷咯，就迄陣時我就已經 OK 啊嘛，就對這人就不理不睬嘛咯，就message 我就 message 我，然後就咯，迄陣時甲講伊甲伊另外一個新的 so called X 啦嚇，做一個咯，伊就有不是 message 我，有較後我甲傾講伊即個時候係有不是哪較偷食告訴咯。我話講好咗一句 answer 爾咯，一句話我先咯。你若感覺對甲這人無咩，對這人無咩有信心無咩個有最 answer 咧係笨，所以伊較好我應該是有10擺啦。即較好你是第幾個？我頭一個，你係 B 個啊？伊個小白講係頭一個，嗰是上講一個。伊講就頭一個，伊講係一個人。上講一個人。然後個本來就伊較好我10擺就可以10擺 answer 來講哦，你若是對這人無好講，你就該分出去，免講直直。那伊這是E啊啦，伊是甲E啊啦，無相加咧 C 個 D 啊啦。然後個本來就個了，這人倒咩？你夾聲我看。甲你編號？哈？筆盒下面 MBR，鉛筆盒啊，係咪？跟你同水，跟你同水，跟你筆盒，背會，a bit slim 嘅表，夠裝背會，夠我背會，哎呦，死啊！裝冇關係去嘅，我告訴你。OK，背會夠我，特別個比我散。比你較散 ，and then the worst part is 包咗教員了。錯波啊！教員讀查波，錯波哇！所以就傾，然後個本咧就我剛剛伊較擺咧後，我第一擺咧是on我拿沙巴嘅 trip 啊，伊較擺咧後我講吼，我這個 X 做亂代志攏排我門啥屁，呢陣時我就起哄因為我就起哄我講我唔是你講過了咩？你話是乜有代志發生就該搬，我告訴我代志發生就冇安怎，我問你一句嘢，我就吸收個電話嘛，12月咯，就過了3年個後，2011點先，我嘛唔知點解伊個會找到我話你，唔是說把你好話。哎呦，個 message 包你好啊，然後 message 包咧就就講好我有落來 KL 呢，我係去L 嘟咩seminar event 嗱要記咗了，我就講 OK 咯嘛 LV 做係咩 ？LV 做咧 L 嘟唔係 LV 啊 L 肯啊。
哦，我唔知你上面嚟，我上你講 LV 你 Louis Vuitton。唔係我還是講起來 MLM 嘅物件啦。OK。你講一路來 KL 咯，哇！即係掛上我哋就估即係，然後就頭先你講有張曬就 message 我咯。你講一路來 KL for 這物件，我講 OK 咯，咪佢 meet 伊咯。如果是衰，你哋可以機會。冇呢段時呢段時搞我 X 電話嘅，所以我是跟me as friend 嘅。OK。me as friend 嘅。他對那刀嗬，我已經 block 掉佢嘅男友咯。冇，如果咁你拖咁你估？唔是，我唔是咩 block 伊特別是 message 我，就係伊用另外自己電話嚟 message 我。唔係你咪插伊，你唔使咪插伊啦，你是直頭，你使撳掉伊電話機you know？然之後咧就你講有張相就 message 我咯，就講有嚇。就 message 我，然後我就 commit 伊咯。你講一點先嗬，伊就招我講我我有即係 debate ticket 嘅咪去，我講 OK 啦，咪講去咯。A day before 嘅 event 發生咁時候，伊叫伊嘅 upline 嚇。你冇做啦，你冇做這啲咩？冇做，因為我 join 佢未做嘛，我冇去 join， 我冇 join 啦，所以叫伊 upline 咪較好玩。因為伊 upline 因為你講有張相我去張相，伊有介紹我嘅 upline 嘛。然後就你講有啲張相哦，伊這個 upline 咪係話較好玩，伊講我。你講嗬，因為就咪嚟，因為嗬要傳伊波出嚟，所以咪可以波過去我甲伊有關係。所以嗬，我自敗啲嘅，人愛叫也是得，無論叫我買去也是得，到這是無安怎唔就，我甲伊outline不是咁樣上一個圈子嘛，所以講我就甲伊 upline 講我，反正我去買去無路，你若是買去你就我直接買去，問叫我問較好我，個要甲叫我去，個要就無定叫我買去，所以無我問伊，我講到底是安怎無路，我講叫伊吼免閣甲你話迄個朋友參與啦，若是會曉驚咯，所以就that time就 stop contact。到甲都死去2021，2021啊，2021，冇真係 message 我，講伊 message 我頭一句嘢講我 Are you Kevin from Plank？然後講哇，你是出名本咯，咁是鬥嘅巴生嘅鬥嘅，因為就我是 from Plank 嘛，不如來個巴生找我嘛，所以就我講 Yes， who are you？講我 I'm，我講哇，我就傳手而講我係咪紅車嚟 message 我咧白咯？因為嗰陣時候要用我舊嘅號碼嘛，呢陣時候要用舊嘅號碼，所以我就講我就傳手而講我係咪紅車你嚟 message 我就講然後我就冇出手啦，然後問我你冇應我講我冇應咩事，我唔係唔對呀，你冇應咩記得？伊講，伊甲講我你冇應咩記得？So from that time onwards 到巴魯啦嚇，因為我冇換咗號碼嘛，我換咗號碼一年個幾啊嘛，因為伊冇我嘅一年號碼數，伊冇我一年號碼數，應該是到底是等了嘅。OK，哇！你即個念呀，你即個念一個，我聽你看，同媽媽笑是咩？微胖講，微胖到啲 clubhouse 嘅微胖，伊講我聽，伊講你聽即大家告訴佢就 stress。我本事啊，我都真係借了，本事講講哇，好啊，哇，我未咯。我
我本無了解到我maybe 是頭一個啦。maybe 啦 maybe 是頭一個啦。了一個安尼這年哦。我掉先嚟，哈，要掉邊來講仔。二康要都是 it 的數哈，要就是 it。面是字啦，我就講要是字咋。冇要是 it 的數，咱二康要咧就是二康 it。二康要。你冇聽過要啊？有啊。買字啦，要兩嘅咧，你冇聽過啊？冇聽過。哦，แล้ว個有，แล้ว個個就本講嘅時話都掉下要B 胖要 stupid 哦，唔是啦，唔是話了 OK， 唔是話了大家啦，問講我唔要聽，特別我知我大部分我聽係明白，啫。是講 stress 哦，我唔知，真 complex。前日隻 Kelvin 都白生嘅喎，伊人 message 咗啦。伊唔是 Kelvin，是 Kevin。Kevin 都是 Kevin。Kevin 嘅咧，即係隻橋呢個都白生，嗰時 Kelvin。所以就應該是有結位，伊應該是有結位顧後邊咯。伊本是成個幫未你去，伊唔知是幫未去，幫未去是因為你好利用啊！唔是，應該我唔知影啦，我唔知影是好利用啊咩嘢啦，因為 so far 老實講一句啦嚇，我家決定一年家己啦嚇，我唔捌可以個類 or anything。我唔是講利用是唔是類嘅數，利用是成個你看，伊係只人對啦嚇，人對 analyse 你 Excel OK， 伊是成個未家己一人嘅。伊絕對是要有甲別人嘅，伊無加你是 A 嘛，無加 A 咧就要加 B 無了來找 A， แล้ว B 無咧是叫或者個出賣啊是個頭隻 C 個 D 個 E F G 㗎啦，特別出呢係咧 A B C D E F G 買走個了啊，出你一人，但特別找你本是有啲嘅，就是咯，啊，比意思但因為說陣時候是已經夠完了嘅。到時佢個應咯，你教佢個應隨路咯，別人就買嘢嘛。人哋佢叫我嘛，佢叫我 from KL 落到沙巴嗰陣轉嘢咪點點啊？喲 ，please，好啊嚟講。我冇去。阿龍都再教你咪叫。你去嘅話，你真係是啊，你就是搖搖啊，你連配唔知係咪啊？所以就係我去啊，你搖搖啊，係啦，你面杯叉就胡叉了。阿龍你人哋看哦，我白哦，你因為你只小伊，你會去教英哦，免講教英答波。未。做咩事你咪叫我頭一條？對，我去就係為我拍慣咧就。你去當緊你教英唔是我喎，新娘不是我。就是咯，我冇去啦，我冇去啦。紅包我會包啦，紅包我會包。我白我抽一包紅包，我叫佢私人抓住。紅包我會包，咁樣包地 minimum 咯，就 market rate 啦，1個 我感覺就只 root 咯，咪請我。包金抓，我是唔知，我是 root 啦，呢是掉底嗰 video，呢是掉底就是。呢是係咪 manipulative？伊 manipulate 即係你啊，你唔知。I mean, okay. Anyway, so 咧，你是可能你知到底一個家裡仔啦面。對，到一個家裡仔咯，對咯。我要聽這裡Clubhouse 入邊我咁啲你有本手告訴講，還是別使講？本手嘅告訴，還是你經驗啦？Hello。Sorry， 我電話講回。我真係是。咁樣走。OK。我無加只加你 romantic。本來 drama。本手無本咧，安尼 drama，特別我有加開哪嚟朋友，查某誒，無加。世界無好嘢啊！係咪算？一個是11年前哦。我 by that time，伊是中學嘅朋友，OK，中學誒上班上即度 band。像我估我嘛有去載伊，有去幫伊來，you know 大衣櫥。
了11年前嘅時，我大學倒嘅時，你知影 Facebook 特別有參朋友嘛對，嗰時伊講伊也來一邊，了伊也來一禮拜，嗰時妹會使甲我帶，OK 啦 ，OK，唔要緊嘅嘛。到that time 10年無拄着伊啊，本來嗰時 OK 啦，特別我無單單只點點解去倒落啦，特別我有來成煮dinner啦，所以食物件啦，請食物件。你老實奇怪啊，無本啊，老實哦朋友呢可能啊，朋友真久無看到啊咯，Apple 死啦，真係你名氣啊，紅險，無啊 Apple 死，你 Apple 死去啊，變咗個名氣，你用你 internal microphone，internal microphone 嘅意思講。不，你 Apple usually microphone 無比你 iPhone 嘅 microphone 咧好。誒，點解會講 Benjamin 會是唔是係 Sam？ 啊，是 ，hello， 係 Sam， 歡迎，係 Sam， 歡迎。sorry， 伊特啲係你我冇看到伊小英，我就係你伊即 comment 即做咩冇啲叫 Benjamin 會嘅？冇伊名呢？嗱，伊 comment 唔是啊？我唔知是叫。這是伊隻名啊，冇啥係 Sam 啊。last time 係 Sam 嘛？其實我是叫伊係 Sam。OK， 嚟，你朋友嚟大家路了，這是到底 US 是，他才是。所以咪嚟到一禮拜了，我感覺有變啦 ，of course 人哋要變啦，10年又無拄着啊嘛。伊嘛講 about 伊嘅 life 方面，呢時伊有甲學古嘅時，甲細漢嘅時，甲做lively 嘅人是做講，伊甲無關啊，唔知入配去嗰時是甲點就冇咁麼嚟，做講 introverted，withdrawn a little bit 啦，特別 maybe 比較入去。你知啦，人有 relationship problem 係咪啊？要講人本啊，要講依家嘢唔知幾難年嘅 boyfriend 伴手，有時我咪是無講嚟去唔係咁濟咯。有時一段嘅事啊，佢暫時我教佢按教因咧，特別我袂請到，所以請到我人愛做 invitation 都知哦，愛做一個格啊，有時。我解伊講這裡是我來 concept idea 係咪？你係伊家己 volunteer 家己講，伊係 help 我人做伊係嚟 graphic 出來咋？Because like so 係嚟 graphic 是無聊嘅，成個一個 design 啦。但是 the only thing is do I 條 digitally trace 對俾明白 digitize 嘅 graphics 成個 Acrobat 啊，係咪？叫咩 ？Photoshop 嘅 design 都條接起，所以佢哋 printer print 出來都係，都明白哦。John 明白啦，即係 digitize artwork 就對。依條 digitize 嚟 trace，一 digitize 誒，because 我人嘢佢哋 design 咧是 from 接出去嘅位嘅 invitation 嘅，所以你成 screenshot 佢哋，你不可以 trace 佢，你都計 printer in 啊。OK， 明白。所以我人是誒樣啊。你啱是到底讀起來是拄着啦。係我啱嘅話是在 university 讀着啊，大學讀着。所以伊家己 volunteer 講嘢做好人係你就，我講是咩？都會都需要會，比如說我無講去愛問伊，叫伊家己 volunteer 嘅。你咪是無用嘅咩？有時講咩我做先用嘅。OK， 有時 after that time 咪少啊㗎，9個月10個月啦，伊嚟隨我嗰陣時，有時2個月呢點先，我是愛去 print 嘅，做3-4個月點先。所以我係時我問伊，阿莊你會做 Facebook message 啊，Facebook message 有時我會做，有時講我係做咯，有時教家嚟。幾日節春呀？我講let's say啦，Monday 我係去演呀。伊下你Saturday時間嚟講，伊未做咋？Oh my god！ 有時我嚟，喂，我就講，at first 我就甲
較早時大位出時，我講，you know。你是伊無做嚟講，你咪叫別人做嘅事，出別你辦法啦。伊無甲我講，我都知哦。伊是拖，安尼了時，了時我嘛真正 DL 咯。我嚇，哇！嗰時我甲你講嘅時，唔是我叫你做嘅，你 volunteer 愛家己做嘅，你知哦。了時我做咩事 last minute 教我講你未做，我當佢話 last minute 去找人，了我嘛未記去應咯，我嚟甲，because 我愛趕送出去嘛，你知哦。都就係英文是一兩禮拜呢，點寫呢個會送出去個人。有時真正 last minute，有時我真係逼切個啦。講做咩事呢？有時啊，我 Facebook message 會有正嚟正去，我講做咩事做安尼？有我小氣啊！伊教我大嘅時啊，伊無講愛請我啦，係咪？還是愛來俾送我一個chocolate係咪啊？有我感覺講啊 ，at the end 啊，伊本是真正。無理所安尼人咯，伊甲我多一禮拜，伊無講嚟嚟做一個，我會記，because the last few days 時啊，伊個調啲去買甲啦，買真貴嘅作嘅，即伊把你甲捌個一個新嘅搭包啊，伊把你甲愛家行咧，伊個調啲買真貴嘅作嘅，我叫搭包啦。嗰時我嚟笑到對嘅時候，我計 a bit 嚟，哇，你人家是利用人嚟咯，我感覺是。是啦。所以啊，嗰度介意啫咧啊，我咁介意特色嘛，所以我咪計冇計講啊。有我係 friend 嘅，有門八嘢，你知哦。我係中學嘅 friend 啊，有陣時我幾日叫真正 good friend，我係 group 真正 close 嘅 group 啊，啊個三四叫安尼，真正 close 嘅講係咪安尼啲嘅？所以伊老母當時拄着伊，嚟伊嚟。對馬來西亞是去新加坡點先啊？伊老母講伊變只濟嚟，伊款啊是多你無相啊，嚟 from 我人，即唔知啦係啥物事。特別伊 one thing 伊講大嚟 Facebook 咩，所以真正 hurtful 是，伊講咱客戶都唔是安尼 close，是 acquaintance 呢。我真突然咯，我講because 我感覺講，我6點早起來載你 from 你 mother 嘅厝啊，就帶你去學堂啊 ，from 我 parents 啊，我個人 whatever 來載我哋去practice band 啊，6點來載你去啊，你叫我講安尼我教嘢無整，有人是無整嘅 ，so just let it go，you know。對。我現在可能是拄到無整人係，我拿早對見我拿贏。是哦，我唔知以前嘅人啊。Must be something happen 啦，in between 我人嘅 high school 到我人。是哦，咱有陣時哦，咱我是喺想啦，特人嗬，唔是講到底愛出來做歹人本嚟。有陣時伊特別是有 something happen 對樣嘅是家己生，哇！你樣變款嚟款有陣時掉傷掉啊，啥物唔知啦，樣有樣家己理由本咯，是講別參朋友。兼參咯，往時愛情阮上愛情就是講你都袂好了吼，因為你心只痛啊，你硬落去，你北會掉伊人北袂掉伊心，你知唔知？人講是硬，特別只做到是不是坎坷，特別我若說我本是袂使講是死嘅，毋是伊係講我買路啊，然後做咩事要硬老掉？我唔知，是講我是坎坷是你我別人講是只硬嘅 ，OK， 林拍手。特別見前線你家己要做夠嘅時候，可能是較艱苦啦。然後我個唔捌拄過，即係條上司嘅笨手就，笨手是我笨，對到是。then 我係先無咁整過嘅，我是無咁整。我朋友咧是拍拖者，我唔去聽朋友 episode，OK。特別我是。若是講，其實第感情第深就是我翁，我當見我翁。然後我翁，我甲伊20幾年啊嘛，所以伊是我正式正 relationship 嘅頭一個。所以若是講，我特別有人講笨手時，我是 imagine 講，若是伊提起會笨手啦 ，something 無好啊，唔講咩理由，無啦，是把你吹到人個啥物物件。我是會成日想咯，特別我本未拉山，若是伊講愛笨啊。我做咩事要硬硬留伊咧？但是伊會想到講要提起要笨手來講，伊都買了，那時候留伊做咩事？伊都白嘅嘛 ，relationship 是兩邊嘅嘛，一邊手拍袂響啊。
我本來啥我別，因為都小門好，我本別想講愛去啦，我係每清楚看是安怎，特別我感覺啲往時安尼感情本會 fractured 咧。對咯，對咯。啊，是講你看到朋友咧，都有當時我真冇時間 drama 啦。你若是講成日即鬥嘅，淡仔，若是講一個人肯對我頭一刀我一巴啦，冚冇啦，我冇那 violent。對咯，我是一頭加多刮對嘅，我本未可以。啊，這就是我講啊，我是 actually 是其實我是我個本安好啦。你等我講會下，我冇咩聽到一句對。Sorry。啊，冇就 OK 啊。較好淡薄。OK 冇 ，OK。未 OK 個。我個冇 OK 咩？你看我諗唔到等我你未啊？你實我因為我用 headset headset 啊。哦 ，OK 嚇，講。我用 message 我係點寫啦嚇 ？Instagram message 我點寫啦 ？After 半日是多數是用另外一個 number 嚟 message 我嘅，所以我自己本唔知伊用咁樣 number 嚟 message 我本嘅。特別你有 OK 啦 reply 嘅，你使 reply 對咯，你知是伊啊嘛？我唔知是伊本身係一句偷。特別你只講我知就是伊，你就使問 respond 咧。對啦，就是啦。就是你人上類似啊，上好。我是你啊，你就冚咗電話了，就你看我係你啊，咪講 sorry block 你嚟呢。就是咯。頭嘅 drama，你個咪胖頭嘅 drama。佢哋講有人實性 drama 是 drama 嘅就，伊個命實性是 drama 嘅有啲人，我 please 我唔知按照講。這種人啊，按照過日子哦，冇面對哦。No，佢了解 waste energy 呢嗬。喲，你聽了佢 stress 呢，伊人安尼做安尼看嘅，伊人做人，因為坎坷咩？因做人未坎坷咩？我都想。我嘅 family 有三件安尼款 drama 嘅，我嘅媽，我嘅二姨，我嘅三姨。咁你我叫伊二三 siblings，若是第一無佇咧，阿二甲阿三會講第一個歹話；若是阿二無佇咧，阿一甲阿三會講阿二個歹話。安尼款來嘅喎。即係 strive on an energy。drama，伊grew up with 即款嘅 drama 嘅，做咩事咯？特別你講到時你媽咪咩路啊？我係媽都無佇你聽啊！你咪聽邊啦？我見到好路嚟嘅。冇聽。哇！那 confident 的這個，特別有人實成嘅 energy 啊，啲 groups 係那啲 environment 樣關係，樣 feel 到就伊即是樣成個life 呢，伊 excitement 都是那可能 drama，對人嚟講唔是 drama，對人嚟講即是成個 interesting 嘅可能。伊 life 嘅。係咪嘅？講句。本性嚟，伊 nature 嚟。刺激。OK， 感謝。咱講點正40分了。OK， 講本節目講得等。感謝大家教咱公司咱即係生活故事，佢朋友也好，愛情也好，教咱本手嘅故事。若是你要聽我本手嘅故事咧，或者攞嚟使去聽，唔使第幾集我未記咧，嗱一對一嘅先，這人對一嘅方面。一控啊是一字嗬，一控。一字我放啊未？一字我放啊嗬，一三個，我未記，I think 是一字是我講掉嗬。一空字。係對，一空字是我是講掉最 relationship 嘅。I don't think 我啲一空一三係是有講掉，你英國你是英國掉我未辦過，即係你快個辦。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呢排咧我應該時間嚟再見過大家我不去幫助 ，OK， 拜。阿 John 啊，你好，拜。各位David 唔是聽眾觀眾到底 YouTube 嘅頂住禮拜冇聽，比如說到這邊第一課，第一個第一就正嘅是現條錄音是同住錄，感謝。